报道。来看今年的2月、3月，西部沿海出现一挂尸体，检方证实讲有9位是越南人，因是做伙偷渡跋落去海里死亡。有协会嘛协助家属来台湾处理后事。直升机伫空中展开搜查，要将还阁较侪线索。几啊具水流死角遗体，进前伫台湾西部沿海出现。检警等等的单位成立专案小组。经过几啊个月调查了后，证实这9位越南籍的死者是集体偷渡渡海。目前只发现9具是越南籍的一个遗体，研判是一个集体偷渡的一个案件。检方完成详检了后，无发现他杀的嫌疑，排除人口买卖来接应。不过偷渡用的船仔目前也未找到。为警方掌握的名单，因计共有14个人，其中5个人到达要行踪不明。因那9位越南籍死者的家属，嘛有来台湾给因处理后事。基于人道的精神，人道关怀无国界的一个精神来去协助他们最在意的殡葬事宜，能够了解，就是说他们也有一些宗教的不同，帮他们做了2个分开的一个仪式。就算这个人不是环保协会服务的对象，徛伫关怀无国界的立场，要是协助家属联络慈善团体办理后事。因那死者的家属按算伫11就会登去越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